前期只需要3萬蚊嘅首付，先送你全屋家私家電，夠唔夠誠意啊？唔夠，仲送多你一個產權車位先。呢個戶型而且係2梯2戶，獨梯獨戶啊，私密性非常之好。一入門口先送你一個入戶花園自己用，仲唔夠誠意？呢間房再送多你1半嘅產權面積，方方正正呢間房係送1半面積噶吓。而且呢個廳咧可以做到南北對流，非常之通風啊！夏天風扇都唔使開啊！你睇下呢度，廚房全部做好晒噶啦，而且係一線品牌交標啊！呢個 L 字型嘅廚房非常之實用。咁呢邊咧就2間房，一間就主人房，亦都係朝南向望住小區嘅園林。平時起身嘅話可以睇下出邊幾寫意，而且呢度放1.8米嘅床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可以睇下間公廁房都係方方正正嘅，展示一下。交標非常之高而且呢度係現樓交付，即買即入住。而且呢度嘅商業圈呢，有萬民匯超市同埋保利自帶嘅商業體，落到樓下仲有直通巴士站返到香港，所以話呢度無論係商業同埋交通配套都係非常之齊全。如果對於呢一套首付只需要3萬蚊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嘅現樓，精裝高標準交付嘅，可以聯繫我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